你这里看到柠檬，还有葡萄，柠檬的茶水都可以用米醋水。白糖浸泡是用烧开过的水，白醋水是用生水、冷水就可以，没有烧开过了就可以。啤酒水，还有啤酒稀释的也有，红米水、红米稀释。糖是100，糖是1/100，红米水是1/1000，白糖水是1/100，红米水是1/1000。稀释啊，红米用一点点就好了，是糖的1/10，用量是糖的10/10。